高雄某一间渔业公司遭远洋的渔船十八伫咧掠鱼的时阵，甲因配合找渔船的直升机，可能是 GPS 出问题，却走去别只外国渔船，却因为这直升机无油爱随后落来，这技术硬要停伫咧对方的船面顶头，却无考虑到这叶仔去摔到渔船的机啊，直升机却规只就载入海里，加在咧无人机顶头两个人拢平安无代志。 直升机伫渔船下架绑时，想要停靠，也毋过这根本就毋是停机坪。直升机的普罗佩拉拍到渔船金属支架，一个啊并落海，机身一直呛烟，互看到的船员行到尾海。代志发生第10八对海直升机是高雄有名渔业公司的远洋维王渔船，为着了暗层围头来找找渔群。他自己的那个 GPS 啊，可能是有一些问题，然后挥错方向，然后等发现。 这个船不是我们的船的时候，它的油料怕不够，那不够就是要请那个对方的船帮我们能不能加油。业者表示，直升机加油通常会停伫渔船停机坪，不过这只船停机坪已经停家伫直升机，这个时阵应该逼港边海海面。不过技术唔知安怎，这支停伫渔船作业用的下架绑才发生事故。这一类的渔船，我们统称它为大型的尖尾围网渔船，主要是利用围网的方式呢。 在中西太平洋捕捞尖尾这样的一个鱼群，那所以它在船上配有这种直升机来做探鱼的这样的工作。维网渔船掠鱼多数会向国外做疏鱼直升机，只是想要到业者刷去拄到无遵守 SOP 的技术，好在直升机有配了装置无沉落去，机顶两个人也平安获救。渔业公司表示，对方渔船并无受损，那毁损的直升机会由业者家己甲保险公司协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